另外来看这民进党台南市长呢，这党内初选嘛是同款拍甲真热，明仔载就要来进行电话民调。今仔日一透早呢，这立委陈亭辉就去到传统市场徛路口咧拜票。那另外一边，同款要来参选市长的这个林俊宪，伊是带车队来扫街，展现伊的气势。 老街的传统市场，人甲车来来去去，立委陈亭辉一透早就和遮的时代小借问，和阿公阿嬷咧博感情，小男的小男，翕相，未少乡亲帮忙卡步，要替因心中支持的参选人加油。我相信用女性来咱这个部分来做一个上好为咱台南来顾家，这就是咱大家目标。而且我讲的，咱徛着铁马拢总已经这37区超过510公里，所以这个部分代表啥？代表着咱有铁马精神。但另外一位党内竞争，甲伊相拼的对手林俊宪，是用车队对服务处出发，规划设规个台南市区，车队定，场面真大，嘛有真侪乡亲伫路边要甲伊支持的人赞声拍扑啊！一大早啊，在各地我们当地的议员、党公职，他们就走上街头了。好，那待会我会在我们已经事先安排的路线上，同样的来向民众诉求，也让大家知道，确定就是明天晚上要做民调。民进党中央抽签决定，台南市长初选民调按算要伫14暗时6点举行。无论是路口拜票，也是车队扫街，双边的阵营拢把握机会，拼势的股票拢望得到好的结果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